Uber Eats 要达台湾的扶贫大买落来哦，外省产业工会是真烦恼，讲未来公司的市占率会超过90%，会造成市场垄断甲独占哦。早起工会开记者会，呼吁公平会应该退回这合并的申请案。劳动部下晡嘛开会来讨论。 反对外送垄断！反对外送垄断！外省产业工会早起伫公平会门口开记者会，因为外省平台Uber Eats正常宣布要收购台湾扶贫达，那两间业者合并，市占率会关过90%，会加做公告法定义的独占行为。扩大邀请各利害关系人召开所谓的公听会，仔细讨论。与此同时，要求劳动部及其相关主管机关。 应尽速跟上，制定相关法律予以保障。反对外省平台不当合并，外省产业工会也提出7大诉求，包含停权机制要透明，确保外省员的工作权，报酬也要有公开明确的计算方式。另外，要定出定型化契约，为外省人员投保全时段保险，要定出合理的抽成上限，加提供地图式点餐，也有真人客户这服务。那外省人员烦恼合并了后，工作权益遭到剥夺，小食业者也烦恼合并了后抽成是不是起？很多小店家面临都要关门歇业，然后我们是希望说。 公平会可以在附加条款内规定一条，就是上限抽成上限。在现行状况之下，对外送员、店家甚至消费者都没有办法有保障的情况之下，你怎么可能还让他允许他去合并？那我们对此会非常的质疑。 外省产业工会呼吁，伫平台业者无落实外省员诉求进前，公平会应该马上退回申请案。 2月下晡，劳动部会甲外省工会、甲两大平台业者进行3方会议，希望应解决合并产生的劳工权益的问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